一只机器，啊，搁转来，啊，搁换把去。啊，伊转来，伊要安怎甲因朋友讲，遐袂歹呢？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用伊的触角讲，啊，第二种方法是甲抱起来，直接等咧身躯。我看一个，安尼，对，这趣味。对。啊，你讲伊真用伊的触角，嘿。啊是要安怎讲？伊就是会放，有身体有放出一个味，啊，这个味就是伫咧甲把只狗仔讲，阮要搬厝的味。哦，这厉害！无共所在放出来味，费洛蒙啊，对，费洛蒙，费洛蒙，无共啊有攻击的费洛蒙，啊有沟通的费洛蒙。啊，伊较会知影讲，伊这个信号是就是咧讲这样。因为伊放出来所在是无共，伊若是为尻川放出来，伊就行这条路就是看到危险吗？食的物件。哦，食的物件。伊若是，所以你看到狗遐会排队无？这个排队就是为身体尻川放出来叫中基费洛蒙，所以咧这个路的就会有这个味啊。闻到这个味的，就知影我要去遐找食的转来。你家这个味切掉，伊就会乌白走，伊就袂去到。对。